校長早晨，咁都知道啦，校長啦上年資助我哋每一位同學啦都有20蚊去買唔同嘅書籍。咁其實啦，呢樣嘢好少學校嘅校長會做呢樣嘢，點解你會有呢個諗法嘅？其實就因為咧，我哋好開心見到好多同學啦，開始享受啊，去到閱讀。咁啊，既然有咁好嘅同學，我就希望啦，能夠再加啲嘅動機咧，俾同學啦能夠揀多啲佢自己心儀嘅書。咁所以就希望啦，陣間同學嘅分享能夠俾到更加其他同學嘅認識，原來閱讀嘅樂趣嘅。咁我哋而家就開始逐一個訪問嚟。好，咁同學，我想了解一下咧，你上年咧係點解會買咗呢本書啦，同埋係嚟緊今年又會想買咩書？咁我上年買咗嘅書嘅書名就叫做《一間屬於自己嘅房間》啦。咁佢係講女性社會入邊面臨嘅不平等啦。咁我想透過呢本書去了解更多男性女性嘅不平等制度啊，或者係一啲去激勵女性去爭取更多平等或者自由嘅。咁而喺下次嘅書展呢，我係諗住買啲社會或者心理學嘅，大概都係關於不平等制度等等嘅嘢。我買嘅呢本書係叫《超解弗洛伊德》。我之所以會買呢本書係因為我由低方嘅時候就對心理學有興趣，而我經常都會喺網上睇有關心理學嘅一啲常識知識啊等。咁我想更加深入咁了解，所以我就買咗呢本書。而我喺下次嘅書展，我會買有關哲學或者係視藝類嘅書籍。咁我買呢本書叫做《目送》啦，咁咧其實佢裏面嘅文筆咧都唔需要我再多去解釋噶啦，甚至喺 DSE 都出過篇章啦。咁咧我就覺得呢本書其實佢教識我嘅唔單止係點樣寫好一篇文章，更加多嘅係人生嘅反思啦。例如係由出生、陪伴、離別、死亡，好多人生唔同重大課題佢都有提到。咁我下次嘅書展我都會想買一啲文學性嘅書籍啦，咁去拓闊我哋嘅眼界。咁我買嘅呢本書咧就係書展度買啦，咁呢本書就叫 I Drowned Meditator 啦。咁然後呢本書咧，我會揀佢嘅原因係因為咧，我想學英文，咁我就揀本英文書啦。咁然後咧，咁平時可以學到英文書，通常都係啲好技術上嘅嘢，咁所以我自己中意睇啲劇情啲嘅，我就買咗呢本書去學。咁佢個故仔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佢係講主角係個孤兒啦，然後咧就送到去兩位姊妹嘅婦人咧嗰度去一齊生活嘅，咁中間都有各種問題發生啦，咁結局都係好嘅。我自己就覺得睇呢本書嘅過程其實係真係學到唔少英文，同埋咧我依家睇翻其實佢啲字都唔係話真係太深，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啲同學去睇呢本書去學下嘅，都去試下揾啲書學英文啦。咁俾我接下嚟，如果我會想揀翻啲中文文學嘅書，因為我自己讀文學科。咁啦，我喺上次嘅書展啦，我買咗嘅書啦就係余華嘅《活着》啦。首先啦，余華啦係一個好出名嘅中國作家啦，《活着》梗係佢嘅代表作之一啦。佢係呢本書啦，佢以一個簡單啦、好直接嘅文風啦，去表達活着嘅意義係啲乜嘢，而唔係用一啲好浮誇、好誇張嘅修辭手法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嘅，所以好值得我去學習啦。第二啦，呢本書嗰度啦，富貴啦，主角富貴，佢面對好多嘅人生困難，例如講緊佢老婆啦，喺文革時啊俾人批鬥啦，佢阿爸跌死咗啦，佢個孫啦近死咗，而佢個仔啦抽血嗰陣時俾人抽到死咗啦，但係佢仍然係冇放棄希望，仍然係努力咁樣活着啦。我覺得好值得我去學習乜嘢叫堅持。喺下次書展咯，我亦都係想買類似呢啲探討活着意義係啲乜嘢嘅書，例如係講緊啦卡繆嘅《西西弗斯神話》啦。OK， 好，跟住啦，去到初中同學咯，咁我想聽下啦，你哋點解會上年買呢本書啦？同埋嚟緊如果再買，想買邊一類嘅書？首先呢本書係叫做 Wonder， 點解我買呢本書係因為呢個主角 August 佢有外貌問題，而我想知道佢經過咗乜嘢困難，同埋最後佢點可以揾到一啲好有真誠嘅朋友。我下次想買嘅書係多啲中文嘅偵探書類。呢本書叫《我想吃掉你的胰臟》，我之前喺網上面見到佢嘅評價都幾好，所以就買咗返屋企睇。佢嘅內容係講一個身患絕症而冇未來嘅女仔遇上一個因為社交能力唔好冇名嘅男仔之間所發生嘅事。如果我今次書展仲會有睇啱嘅書話，我會想買啲中文嘅推理小說。我買嘅呢本呢，就係《排球少年》啦。我嗰陣時買嘅時候，因為比完賽啦，好唔開心，因為未拎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啦。然後
我就想睇下一啲關於排球嘅書，可以激勵到自己啦。然後我可能今次想買嘅書呢，都係關於運動啦，因為之後揀科我都想揀 PE，想睇下運動入邊有乜嘢之後嘅規劃或者職業可以俾我選擇。我買呢一本書嘅書名叫《危難生存手冊》啦。首先，呢本書呢，佢記載咗大量呢，當你遇到一啲危難嘅時候，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啦。例如喺森林遇到熊啦，同埋你大出血骨折，或者甚至係開飛機啦。之後呢，當他人或者自身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我哋可以學到呢一本書入邊嘅知識，可以派出用場啦。下一個書展我想買嘅書，可能係一啲對自身有啲幫助，同埋可以獲得一啲可以對自己實用嘅技能嘅書。我買嘅呢本書嘅書名係叫《但願輪廓冇切》，跟住佢個書入面係主要講兩個女主角受一個黑色信封去破解一啲嘢，而呢個黑色信封係由唔同嘅兇手去向佢哋發出邀請啦，跟住咁啱兩位女主角係被邀請嗰個，然之後佢哋去一齊慢慢咁揭開黑色信封背後嘅呢啲秘密，然之後喺之後嘅書展我都係會想買翻類似嘅偵探同埋推理小說。好，各位同學，咁今年嘅書展呢，喺嚟緊就開始啦。咁可能你而家手上邊咧，已經喺禮堂咧揀緊一啲咧你想要嘅書。咁所以咧，今年咧校長都會繼續支持大家，每一本書咧我都會資助大家20蚊，希望大家能夠可以係揀多啲你中意嘅書籍、有用嘅書籍。不論頭先講喺偵探啦、喺學術啦、文學啦，唔同嘅書籍咧都值得嘅。咁其實校長啦，我中意去到真係睇書嘅時候咧，都較為遲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係自從我喺報章上邊係有幫手去到寫評論，或者去到我幫手出嗰一本書之後呢，我先發覺原來要寫一本書係非常之唔簡單，背後要好多嘅努力，要好多嘅人力物力咧去到支持嘅。所以大家一攞本書喺手嘅時候呢，背後真係有好多有血有汗。咁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你每買一本書嘅時候，好好珍惜喺當中咧探究多啲嗰個作者入邊嘅生命故事，係好值得大家去到學習嘅。好，咁多謝大家啦。